大家好，今日咧要講嘅嘢咧就係三條關於極限嘅問題。咁第一條問題咧就係極限 x 傾向於零嘅時候，x 減二 x 嘅絕對值除以 x 嘅絕對值係等於咩呢？咁就呢度假設就寫佢等於 L 先啦。咁結果呢啲題要點做呢？咁呢，因為如果冇咗個絕對值嘅話，咁呢條題就會好簡單啦，將啲 x 全部約咗去，咁跟住再將個零代入去，咁你就會得到個答案。咁佢依家有絕對值嘅話呢，你就唔可以將啲 x 約咗去啦。咁呢啲題點做呢？咁呢個極限 x 傾向於零嘅意思呢，即係佢可以從左邊傾向於零，或者從右邊傾向於零。咁即係話呢，上面呢一條式子呢，可以寫成以下面橙色呢兩個式子咁嘅形式啦。咁呢一個呢，呢個形式就係佢從右邊傾向於零嘅時候啦。咁佢從右邊傾向於零嘅時候，即係話 x 係一個正數啦。咁正數嘅時候，呢個絕對值裡面個 x 都係正數啦。咁呢，你就可以將佢寫成 x 減去 2x 再除以 x。咁呢 x 約咗佢呢，咁你最後得到個答案呢，就係極限 x 傾向於零，由正方向開始嘅時候呢，係等於負一嘅。咁下面呢個相同道理，咁呢個相同道理呢，就係 x 傾向於零，從左邊傾向，咁即係話 x 係一個負數啦。咁呢個絕對值 x 呢，去除絕對值嘅時候，咁就要變好，咁呢就係變成咗 x 減去2再乘以負 x 再除以負 x。咁最終你嘅答案呢，就係極限 x 傾向於零，由負方向開始嘅時候呢，個答案呢就等於-3。咁喺呢度呢，就解釋一下點解呢個絕對值 x 如果 x 係負數嘅情況下呢，佢去除絕對值嘅時候呢，要變好。咁就好似呢個數軸咁，-3就係一個負數啦。咁你將個負數搭去絕對值呢個框框裡面呢，咁佢最終得出嚟嘅數呢，會係一個正數。咁所以呢，你就要乘以一個負數，乘以-1喺前面嘅話呢，咁佢就會得到3。咁即係呢個加咗絕對值嘅時候嗰個數。咁翻嚟呢條極限問題裡面啦，咁佢從右邊傾向於零嘅時候係等於-1，從左邊傾向於零嘅時候呢係-3嘅話呢，咁即係話呢個絕對值係唔即係話呢個極限係唔成立嘅，因為左邊同埋右邊傾向一齊傾向唔係同一個數。